香港樓市近期最 hit 嘅新盤，當然係票王 Sierra C。呢個項目最近點解咁熱門？因為價錢平、環境靚，仲要係新地樓，近萬個單位，連埋個超大型體育公園高柏，吹到好似要去馬鞍山邊緣打造個烏托邦咁。但有趣嘅係，當我哋將目光移去地球嘅另一邊，翻到嚟倫敦泰晤士河畔，竟然會發現一個規劃極度相似嘅英國版 Sierra C， 佢就係 Greenwich Peninsula。唔單止整體規劃極度相似，背後個老細仲係香港地產界另一位重量級巨頭。到底係 Sierra C 嘅運動生活吸引啲，定係 Greenwich Peninsula 嘅英倫河畔風情高級啲？我哋平時喺出邊見到咁多樓盤資訊，不論係香港嘅大屋苑定係倫敦嘅樓盤，好多時都係聽完就算，未必真係睇得清。我哋最想做嘅係幫你將呢啲咁複雜嘅資料變翻做一啲你聽得明又真係對你人生決定有幫助嘅建議。如果你而家喺香港或者倫敦正考慮緊一啲物業上嘅大決策，或者覺得啲資訊太亂唔知點揀，歡迎隨時 scan 呢個 QR code 揾我哋傾兩句，睇下我哋幫唔幫到你。大家好，我係 Gerald， 歡迎收睇添集。開始之前咧，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 撳下面嘅鐘仔，一齊咧探索倫敦最具話題性嘅豪宅。講翻 Sierra C， 呢個係新地籌備咗超過20年嘅巨作，目標係將一片荒地變做一個完整嘅新市鎮。呢度主打嘅係運動、空間、健康，嗰種 vibe 好似去咗世外桃源咁。呢度有成9700伙，分幾期起，透過高柏形成一個體育商業生活圈，確實令好多家庭心動。呢種造成盤嘅玩法，發展商一條龍自己起住宅，自己搞商業，自己設計埋休閒空間。好處係成個社區會非常方便，而且設計風格統一，唔會好似舊區咁東拼西湊。但呢種玩法有一個致命傷，就係等啊，因為規模太龐大，你要由零開始變做成熟社區，往往要用10年8載嚟做單位。呢種玩法，倫敦一樣有，就係 Greenwich Peninsula。Greenwich Peninsula 位處倫敦 Zone 2，係由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純私人持有嘅發展商 Night Dragon 策劃，全區規劃約15000伙，分20年起。鄰近地標 O2 體育館，仲有全倫敦唯一一條跨河纜車。如果 Sierra C 係要喺馬鞍山邊緣開拓新市鎮，咁 Greenwich Peninsula 就喺倫敦 Zone 2直接起多個新中心。香港西沙嗰邊交通配套有排未成熟，短期內你仲要忍受周圍嘅工程。至於倫敦呢度，新世界純觀當年2012年入主，起咗10幾年先起到7788。另外呢種造成項目雖然食住行配套有發展商一手包辦，但壞處係咩？係你基本上都係進貢俾同一個大老闆。喺西沙，你出門口做運動、買咖啡都要進貢俾新地。喺 Greenwich Peninsula， 你行過條藝術大道去 O2 睇 show， 純觀都要多謝你袋錢入佢袋。講到交通，發展商最中意玩文字遊戲。新地話呢個盤自己係雙站雙線，聽落好勁，好似地鐵就喺門口咁。但現實係你要坐5至10分鐘接駁車先去到烏溪沙或者大學站，返工時間塞起上嚟。嗰種心理壓力真係想死。如果你喺中環返工，每日來回交通時間坐底2個鐘。相比之下，倫敦嘅 Greenwich Peninsula 交通就完勝，佢正正就喺 North Greenwich 站上面，係真正嘅鐵路盤，一條 Jubilee Line 穿梭全倫敦，10分鐘內去到金融中心 Canary Wharf，20分鐘去到 Bond Street， 呢種先係真正嘅交通優勢。雖然英國呢個盤環境靚、交通方便，但凡事都有代價。住喺倫敦地鐵站上面都有佢嘅壞處。嗰度嘅 O2 Arena 經常搞大型演唱會，每逢有大 show，成個地鐵站都係人。住戶想行翻屋企都要喺人潮中穿插，呢種滋味唔係每個人都中意。而且 service charge 絕對唔平，買個3房單位，1年管理費可能要6、7萬港幣。買樓最終都要講回報。西沙 Sierra C 伙數多，雖然最近嘅租務成交唔錯，回報高過4厘，但未來挑戰好大，因為伙數太多，日後陸續落成嘅時候，租務競爭會極大。加上位處新界14鄉，又冇地鐵，始終係樓價嘅硬傷。或者等5到10年後，當周邊商場交通完全成型，可能先有可觀升幅。簡單講，買西沙你就有心理準備要做開荒牛。反觀 Greenwich Peninsula 位處倫敦 Zone 2，租賃市場長期供不應求，樓價相對硬淨，升值潛力可觀。根據大型房地產平台 Rightmove 預計，2026年全英國樓價升幅約2%，而倫敦平均樓價大約係66萬鎊。比英國平均高出約83%，證明倫敦仍係優質物業市場。Greenwich Peninsula 鄰近金融區 Canary Wharf， 租客質素有保證，租金回報都有4厘。但大家要留意，呢個回報率係未計印花稅同市政稅等稅項。其實香港同倫敦呢兩個盤唔係好同壞嘅對決，而係兩場唔同嘅 game。西沙係一場中長線嘅開荒遊戲，搏嘅係未來嘅升幅。Greenwich 係一場穩定嘅收租遊戲，賣嘅係成熟市場嘅安穩。其實今日講 Sierra C 同 Greenwich Peninsula 只係一個例子，我哋平時面對嘅
可能係香港嘅住宅同商業物業，亦可能係英國唔同城市嘅生活型項目。但無論喺邊一個市場，我哋最想做嘅都係幫你將一堆複雜嘅資訊變成一個你真正明白又適合自己嘅選擇。如果你而家喺香港或者喺倫敦正面對緊物業相關嘅決定，都可以揾我哋傾下。今集講到呢度，下次再見。